排着一支队伍翻垭口。现在雪下得很大，等救援的人到现在还没来。前面走在最前面的人在一点点的开路。翻垭口，雪太厚了，看，居然有一只狗狗在开路。我觉得它越带越远。根本没有路，前面的人在开路，看，只能走2步歇一下，走2步歇一下。开路的人也很辛苦。现在牦牛上来了，让牦牛过去开路。让戴口罩先。可以了，不用你我靠，你会爬这么深的？几个在前面开路的领队都累得不行了，现在让牦牛上来开路。加油！两包，手开掉了，等一下。那个女的。现在要翻5300米的一个垭口。现在翻垭口，那我走去哪里嘛？前面的人只能慢慢往前挪，在开路。看牦牛刚上去，让牦牛到前面去开路。现在翻垭口，因为这里暴雪，所以这里的牧民，所有的牦牛也跟着全部撤退。我们现在正在翻垭口，5300多的垭口，堵车，400头牦牛都要撤退。还在缓慢的往上爬，走走停停，再往上到那边那个垭口。